狗狗应该发射。OK， 錘頭失態就會唔會波爛個玻璃？好，而家大家可以擰轉個頭望住後面嗰嚿，呢個係我哋嘅啤呢個已經有技巧。咁你覺得錘頭失幫唔幫得爛？幫唔爛，因為佢好厚佢個玻璃。係啦，你見到好似好近咁樣，原來佢哋好遠㗎噃。
呢度有甩咗啊！望下你嘅蛋，見唔見到蛋黃同蛋白？捽下先。我頭暈咗好臭。係好臭啊，因為啲咩嚟㗎？白醋。係啊，白醋啊，真係好臭啊！捽下佢先，捽唔捽得甩面頭個蛋殼啊？我捽得甩啊！捽得甩啦，係咪啊？捽得實，望唔望到入邊邊部分係蛋黃啊？見唔見到啲蛋黃啊？我見呢度啊！喺邊度啊？喺呢度，喺下邊度，喺呢度。佢會唔會碌上嚟㗎？可能唔會。調轉試下，睇下佢會唔會走上嚟？可能我試下調轉。你應該唔會知啊。好啦，嗱，準備咯喎！要高啲。掉落去邊個位？嗱，你望住中間個目標掉落去咯喎！預備，3、2、1，哇！你哋分咗邊兩個類別呢？一個爬行動物，一個喺海裏面生活嘅動物。
我揾到你啊！我揾到你啦！動物本領強，什麼動物鼻子長？捲起食物本領強，什麼動物本事長？吃了樹葉快生長，什麼動物蹦蹦跳？看見蘿蔔飄飄笑，什麼動物會喊叫？四周盡是靜悄悄。什麼動物黑白色，愛吃草又跑得快？楊書成最快。斑馬，點解你會估斑馬嘅？一黑白色，同埋點樣啊？同埋跑得快。哦，因為黑白色同跑得快，你估係斑馬？請問邊組出呢條題目㗎？好，請問答案係唔係斑馬？係。哇！俾掌聲，書成左邊。